俗语讲了好。恁遮老店的哦，哎，过来，就这个嘛，一个人客人呢，大家咧喜个叫。来啦，请看麦啦。你叫陪啊你，家己买家己食哟。你，来，光贵，超辛苦。超什么辛苦啊？哪里？无啦，大人呐，咱这条街熟悉遐久啊。咱条街。咱这袂假哦。无啦，这条街我只做兵一久啊，咱遐熟啊，你搁要甲我超辛苦？对啊，是安怎啦？你就讲咱这条街啊久着，我一直做管科嘛，做足久的任何什么款的代志，我拢做按怪真。最近发生一件真重要的案件，每一个人拢爱花超辛苦，手举起来。我别安尼吧，规家拢徛伫遮买冰尔，三想我兵来请光辉啦，来啦。好啦，啊天气热啦吼，啊你要食冰无？我去吐冰互你食。你吐冰？阮兜是用吐的对啊。阮兜敢用咳的，无要紧，你嘛爱敲。喂，这阮某呢要敲嘛是我敲无，来，你敲你袂准啊，你敲，对不对？咁你家己，我讲你无甲紧在控制简单，手个。好啦，啊你别敲，我照样是要咱敲。没，哦，我是讲敲较差不多咧，敲一个迄个规身躯拢流汗流到淡滴滴啊手下个，我规个骨血嘛穿起来。啊，我洗辛苦点嘛，我旁讲讲吼。这味你袂晓欣赏啦，嘿嘛，这偌香诶。是嘛？我你讲，哎阿伯，囡仔人你这个唔活人下骹底。你是国中的哦？我阿伯，我已经30几岁啊！你一看嘛知我是迄代头家娘。我就贵，你30几岁？哎呀，30几岁。小鹿，啊，我唔免敲你，来啊！敲你，我都无踩我的手。来敲，我来敲，我来敲。较戆啊，嘛别去敲隔壁迄个。啊，你较巧嘛对无？啊，你会敲我啊？我无笑，你捌付。哎呀，阿鸟呀，你讲，你看头家，这个型的看起来应该是。你卡咧上哦。卡疼。这假当甜的啦吼，这声敲咧到地，若无顺意，我可能就要救护车给我送急诊。我就看到你伫遐讲超辛苦，所以我就直接等你喏。各位观众，咱大家唔知有看到无啦吼？你若拄到这款的头家娘，哈哈，拄爱食的冰，干什么拢袂摕，啊，搁咧皮出手啊，麻烦你手呀，起来好无？等下，恁两个等下，我稍等。我说的永是一台车来，你来塞车。我是人啊，代理啦，拜托的，我拄则看你演咯，安尼大家拢超身体，超辛苦。你是倒遐骨头，我会超身体哦。这大家辛苦，我看有创啥物无？啊，你到底是安尼要，阮安尼要做生理啦？你是你到底是什么代志啊？你是要敲啥？什么代志嘛？我就甲恁家己讲，最近发生一件天大地大的代志。来，这啥？就所以，五个小朋友啊！这无敲袂用的。来请教者，这张什么人的？这张有政府的啊，唔会？什么政府的？我什么政府的？我为迄个监视器的画面，哦，你知哈？我有看到你，这张是不是有人去甲你买冰？你找人的对不对？哦，啊，昨就有人叫我送啊，讲迄要送互因朋友啊，我就摕2000块互我，我当然嘛找伊1000。所以这张是你找互人的？对，是哦，你找互人无唔对啊？我甲你讲，这张是假钱。假钱？想摕假钱？你哪呢啦？我老实啦，
看不出来你会来啦。你老实讲，你是毋是甲迄个给钱的集团伫咧合作？若无老实讲，我头咧等在讲啊，我晓得啊，晓得啥？但是你啊，你昨讲要你朋友买冰，你要摕2000块，我当然嘛找找伊1000，啊，这1000块为遐来啊。哦，人水哦，就拢无遐单纯哦，真正是安尼呢。请教一下哈，喂，这是毋是你甲给钱集团合作的？是我啦，你莫听有白讲啦，我人家你当生，我哪有可能摕别人垃圾啊？哪有可能嘛，对无？哈。哦，你是讲你毋是甲迄个给钱集团合作了？你若无爱老实讲哦，我会真客气，真客气，甲你带你转去警察局哈。好啦，啊，代志拢到这，我只好讲出来，就是伊啦。不能，我讲啊，你袂当生气哦，哈。我，你莫我某只哦。是安怎？什么代志？你讲啊，你讲，别紧，我伫遮，你讲。你偷偷啊，甲我讲啊，你为着因某的幸福，啊，搁伊男性的尊严，伊叫我吼去甲我迄个开中药房的朋友买一贴来吃了，暗时冰冰，啊，一贴1000块啊，伊互我的啦。原来是安尼哦，莫怪暗时啊，最近拢感觉你无共款安尼，互我吼马西，想要飞起来啊！当初是，当初是打嫁互你的时阵，我打工流目屎，想讲我是毋是应该和你离婚？我就无欢喜的。啊，毋过多谢你啊，你开始为着我的幸福。我有咧拍。啊，但是是讲哦，啊，你迄价钱是安怎来的啊？你竟然摕假钱去买补药啊！好，来，正义冲咱来拍。等者，我想起来啊，互我一个机会解释。前工啊，咱生意做歹。前工叫做日。做你啦，做你。生意无讲做好，你招我叫啱啊去拍麻将。我当时叫啱啊。你招我参啱啊去拍麻将。对，啊，这1000块就是你输互我，你杀互我，你搁伫遐，是你啦，我是你啦。你警察，你搁做这种代志？哎呀，拜托诶！好，但是安尼好，但是像安尼吼，世界啦，啊，怪罪别人啊吼，这两句俗语会当形容哦。第一句叫做狗食哇沙米，第二句叫做抓入就芳。好拍无啊？这两句我嘛拢毋捌听过啦。那什么意思啊？做到这个情形，吼啊，我安尼讲你，到尾介绍我，吼，战胜狗食哇沙米，结束。转播？搁转播？我无咧。你无来，你那边。好，来，你可能会后悔吼。是啊啦。其实哦，这两句哦，我跟你讲，我真正唔知是什么意思啦。我拄仔无读到啦吼，啊，毋过我感觉第一句是对的原因吼，就是讲有食的，所以我一定要坚持，我有食这个字，所以我一定要坚这条，就是这个原因啦，无别的原因，系对。你是这个意思吗？我是选这个意思，因为我伫要迄个抓力就芳。是因为蛇本底就会去凉凉、乌暗暗的所在，伊去石棚内底是拄拄啊好尔。所以我又是狗食瓦萨比。老师，我无在判断，来请答案是。来，第一句狗食瓦萨比，足侪物件会当食，唔食偏偏去食足咸的瓦萨比，迄真正有够白目。所以狗食瓦萨比后壁爱食爱加白目。啊，另外抓入石芳，伊里边内底嘛同款会当搁烧出来，袂去掉内底，所以抓入石芳叫屈性冤哉。
就亲像牛看到北京，嘛是牛，山可移，熊不可改。所以若讲照安尼吼，其实足侪问题拢是即个普通孔所造成的。啊，搁伫遐牵拖东、牵拖西，不甲大家那愈呛呛安尼吼，所以伊实在有够白目。所以爸应该是搞食瓦萨比。做囡仔拢对。哦，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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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来节目最后我要来表演搞食瓦萨比。今天买瓦萨比咧？你用你的青蛙动作瓦萨比出来。够白目的啦，只狗，白目狗啦。我只继续去看，为山为水为你。